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日要开始咱的礼拜大圣，咱先安静咱的心。这时，咱来串联今日要敬拜的诗歌。第一首是圣诗184首，上帝疼痛太会遐大。咱唱第一站。第二首是圣诗347首，347首。主耶稣，我要我靠你。咱唱2站。这时，我邀请咱兄弟姊妹先起立，甲你的正面、背倒面的兄弟姊妹互相请安，讲耶稣听你，我嘛听你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。上帝恩典真正大，伫万面咱就当看到伊的恩典。春风吹来一阵慵懒花香味，树头边七鸟欢喜地吟诗。花水比草木青翠水果甘甜，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显明天地大慈爱。一口气，一滴水，收拾我命的风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心中的主的来临，俄罗里创造大权力。春风吹来一阵慵懒花香味，树头边七鸟欢喜地吟诗。花水比草木青翠水果甘甜，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显明天地大慈爱。一口气，一滴水，收拾我命的风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一草一点露，下面天被大慈爱，一口气一滴水，唱出我命的风情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心中的主的来临，何若你创造大冠冕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心中的主的来临，何若你创造大冠冕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心中的主的来临，何若你创造大冠冕。你心中的主的来临，何若你创造大冠冕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做我甲烦恼，真正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是路平安，打到我愈艰苦事。这是对人袂有信心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做我甲烦恼，真正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是路平安，打到我愈艰苦事。这是对人袂有信心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最好朋友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做我甲烦恼，真正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是路平安，打到我愈艰苦事。这是对人袂有信心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有时会失落你的平安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？这时，咱搁一摆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是毋是邀请你搁一摆开嘴来对耶稣来祈祷？哈利路亚！咱大家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是耶稣，你是阮最好的朋友，是阮的倚靠，是阮的帮赞，是阮一生的倚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救赎阮，成做你的子民。阮有份伫你的国度内面，原领受阮的这么大的福分，总是阮有时拄到窒来的时，阮会软者，阮会软弱。求主搁一摆，照着敬拜的时，信心来充满阮，搁一摆来充满阮，互阮来充满阮的信心，互阮来一生来滚我，滚对主你的脚步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感谢你，阮正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摆列着因心内的恳求，求你爱因通来听。主啊，这是阮的祈祷。是阮兄弟姊妹心内面的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来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。最好
就是耶稣，担当罪我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讨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都跟我愈艰苦事，这是对人袂有深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耶稣在咱心的暖流，将这苦事来祈祷。主的恩手抓查甫，心通安免免烦恼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你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手出感恩的歌声。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偌大，无论雨有偌寒，阮一心决心要对伊行。伊会听阮放伫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无论人安怎看，阮的心袂变卦，靠耶稣，咱心满着开活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手出感恩的歌声。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偌大，无论雨有偌寒，阮一心决心要对伊行。伊会听阮放伫心肝内，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。无论人安怎看，阮的心袂变卦，靠耶稣，咱心满着开活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手出感恩的歌声。咱举手来敬拜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手出感恩的歌声。咱的心免着惊，
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咱伊拢嘛会知影。咱的心免着惊，基督耶稣来作伴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，为唱出感恩的歌声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是遮尔大的福气，阮有份受你来竞选，伫万人中，阮诚做你的子民，诚做你的百姓。有时，阮会拄着脱害阮的软只，主求你帮助阮，不管阮得时不得时，就是爱来滚活你，就是爱来学乐你。我们为你唱出学乐的诗歌。主，我感谢你，阮敬兄弟今日的敬拜，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，叫做盼望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。原来的敬拜学乐是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咱一摆将鼓声，互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大家请坐。因为迄个至悬至尊永远之地，名叫做神的安尼讲。我徛起伫至悬至圣的所在，也甲深深痛悔谦卑的人三角徛起，要互谦卑的人的心神搁活，也要互痛悔的人的心神搁活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是咱请起立来吟信诗184首全首，上帝听痛才会遐大。心的救主，那真是我。
心来祈祷。伫诗篇116篇圣经安尼讲，伊已经暗耳孔听咱的祈祷。是啊，主，阮有份伫你的面前，会当用祈祷来祈求你，阮会当用祈祷来学罗你。主，阮搁一摆来到至圣所，就是要来朝见你，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，紧来邀个喙焦的来求群你，你就要互伊性命的饼永远袂枵，性命的水永远袂喙焦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伫罗州教会安尼来起造阮众人的灵命，总是阮无够额的时，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脚步。主，阮所做的工，愿你的圣手亲手来引带。主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永远光强壮大。阮伫对你的面前，嘛要举起着阮的双手来宣告：主，你是阮一生的倚靠，是阮一生的帮助，是阮罗州教会的头。主，阮具体要彼此相听，阮要照着你的教示，同大的教面，甲同大的使命，来伫教会内面彼此相听，来传福音。主帮助阮，搁一摆我徛起伫你的面前，大声来对你讲：主，阮永远跟对你；主，阮永远听你；主，阮要亲像囡仔共款，遐尼单纯，就是来到主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祝福。主，感谢你，我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这是咱拍开成圣诗后壁面刻印文第31篇，刻印文第31篇，第1055页。迄着我来刻，兄弟姊妹恁来印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是所死的囝儿，志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面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。这些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互你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要所献的诗是“我有保护者伫身边”。
这时咱请起立来坐念10届。第一届，第二届，第三届，第四届，第五屆，第六届，第7屆，第8屆，第9屆，第10屆，请坐。这时，咱拍开圣经，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1节到14节。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14节。我选着，我来读，恁来看。第1节，当迄时，学生就对耶稣讲：伫天国，啥人最大？耶稣就叫一个细汉囡仔，互伊徛伫因中间，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活倒转来，诚做亲像细汉囡仔的，决断袂入天国。所以，既若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细汉囡仔的，伊伫天国就是最大。既若伫我的名接纳即号细汉囡仔的一个，就是接纳我。既若互遮个信我的微细的一个受杀害，迄人宁可有大石无，吊伊的颔棍，浸伫深海。即世间有灾祸啊，对有杀力的人，因为杀害的事袂得有。总是杀害的事对是罪来，迄人有灾祸。即使你一手一骹杀害你，就斩迄伫你半相，也是摆骹立伫火的时候，较得两手两骹迄落永远的火。即使你一目杀害你，就伫还是就迄伫你一目立伫活时候，较得两日迄落伫地狱的火。第10节，恁着谨慎，无得看轻遮个轻微中的一个，因为我甲恁讲，因的天使伫天里常常见我伫天里的面。恁拍算啊怎样？人若有100只羊来拍无见一只，减无过放下99只，迄99只去山里找迄只拍无见的吗？既果然找着，我实在甲恁讲，因为着即只欢喜赢过99只无拍见的。安尼，遮个微细中的沉沦，也毋是恁伫天里的爸的旨意。以上。愿上帝祝福今日讲的甲听的边边得到利益。即时咱要邀请戴秀玲牧师为咱来讲道。今日的主题是单纯的信用才重要，单纯的信用才重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来到罗州教会，甲大家三分享。即时咱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
互阮伫礼拜时，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互阮用欢喜的心、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，互阮知你伫遮，你要接纳阮的心，你要来帮助阮，甲你相见面。我感谢你，求你的圣神，甲阮每一个人相甲伫地，感动阮的心，甲你的心相结连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：单纯的信仰才重要。单纯的信仰才重要。正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以后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，歹势歹势。今仔日咱要讲的题目是单纯的信仰才重要。咱诚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了后，咱可能因为伫教会参与较济，嘛容易互人看起来讲哦，你的信仰较好，你是阮的信仰前辈。啊，毋过真正是安尼吗？咱伫教会中间是毋是嘛有即款的现象？就是讲，较大间的教会，较有历史的教会，一定会较厉害。敢安尼？如果这毋是绝对正确的代志，安尼咱要安怎来避免咱有即款的想法，甲即款的问题咧？伫今仔日马太福音18章一开始，门徒啦直接来问耶稣讲。天国中谁上大？谁上伟大？咱一般会想啥？上帝上伟大嘛，对吧？天国中谁上大？门徒问这个问题，可能是有一寡原因的，因为头一章17章有记录马太，伊带着马太福音有记录。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甲雅各上山，而且伫山顶，主耶稣会改变伊的形象。当时嘛有摩西、以利亚出现，甲耶稣咧讲话、咧谈论、咧互动。即件代志，彼得看起来哇，谁上大？因为上帝讲，耶稣是我的囝，恁来听伊。然后，咱佫看见17章的后壁，上后壁有讲，抽税要来收耶稣的圣殿税。耶稣用譬如问彼得讲：君王是本国人，还是外国人收税？伊是讲，君王是爱向家己的囝收税，还是甲外人收税？彼得回答讲，当然是外人啊，因为伊伫山顶有听到上帝讲耶稣才是上帝所疼的囝。上帝的囝敢爱交圣殿税嘛？所以门徒可能有咧想讲，到底？主耶稣是比摩西、以利亚搁较大吗？摩西、以利亚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面，伊是真伟大的。伊嘛咧想讲，也是收圣殿税的祭司，会比耶稣伫上帝内面搁较有地位吗？伊咧犹豫即个代志。啊，毋过咱也为主耶稣的回答来看。主耶稣敢若提醒门徒，有搁较重要的代志啦。因为当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的时，伫山下其他门徒，即时伊面对一件代志，就是有一个人
甲伊的囝，互贵妇生的囝带到伊面前，啊，毋过因赶袂出去。所以主耶稣落山以后，有人带，即个人带伊的囝来问耶稣讲：为虾米伊学生无法度甲即个囡仔身上的鬼赶走咧？而且伫路加福音中间有记载，门徒即时开始咧争论：啥较大、较伟大、较重要？马太伫即了后的一经节嘛有记载遮个代志，所以开始门徒就开始看见，想要比较家己较大，比较即家己较厉害，甚至马太福音20章阁有记载，约翰来找伊的约翰甲雅各的老母来找耶稣讲，主讲。主耶稣啊，你若得即个国的时哦，你互我的2个囝做你的，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，好无？所以即时因开始咧争论谁较大。即时真有趣味的代志，就是主耶稣的回答是啥物？主耶稣并无直接讲回答谁较大，伊反倒转将迄个互。可能有一个甲一个囡仔找出来，迄个可能是迄个互医治人了后的囡仔找过来讲：恁若无改变变做亲像囡仔，绝对袂当入天国。人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囡仔，即个人伫天国就是上大的。而且主耶稣嘛阁讲：为着我的名接纳即款囡仔，就是接纳我。好亲像主耶稣咧提醒门徒，重点毋是比较谁较伟大、谁较有能力、谁较重要，可能爱比较的是谁较谦卑哦。耶稣阁继续甲门徒讲，无论啥物人信我的，信我的人，无论啥物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。美色的一个犯罪，宁可用大石磨把伊的颔骨迄落伫海，迄落深海，因为若互人跋倒犯罪，引起人犯罪的人惨嘛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进前用细汉囡仔来提醒，谁上大？细汉囡仔。伫天国是上大的，即摆阁提着讲卑微的人，然后最后主耶稣阁讲100只羊失迷的譬如来提醒伊，天父是毋甘这个微细的人的中间一个人灭亡的，真亲像主耶稣咧提醒门徒。如果一直咧争论谁较伟大、谁较厉害，即个结果可能会互别人伫信仰中跋倒，不但无意义，嘛可能伊的结局嘛是会真凄惨，因为这是毋是上帝欢喜的。因为上帝毋甘失去任何一个亲像囡仔共款的卑微的人，上帝。意爱即个卑微的人，你嘛会发现，主耶稣第一后来提到的，譬如讲，即使有人一骹一手，剩一骹一手，也是剩一绺目睭进入天国，比身躯完整却落地狱较好。这是因为。咧讲起，因为犯罪，互人跋倒，不如甲后一个人有手有骹有目睭，看起来好好水水，互人跋倒，不如甲一支骹一支手一蕊目睭乌掉，
安尼伊才会使进入上帝的天国。后来所讲的100只羊欠一只毋，其实是伫当时牧羊的人拢有即个压力，因为羊群是主人的产业，就亲像所有信主的人拢是属伫上帝共款，绝对袂用失去一只。所以主要说嘛是用即个比喻来讲，上帝真疼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人伫伊的内面，拢是袂用失去的，拢是伊所疼、伊所意爱。所以一个用一骹一手，一个目睭来真进入天国，即个比喻，甲一只羊袂用失去即个比喻来讲。一个观点是迄个团体的观点，因为信仰中任何一个人，咱拢袂用真做互人跋倒的原因，因为任何一个美世的人，上帝拢爱疼因，因拢无希望，上帝拢无希望因伫信仰中来失迷，所以对头拄的经节。来讨论，咱搁转去一开始的问题，是毋是圣经嘛咧提醒咱伫信仰的表现是爱谨慎的，是爱无不断学习、回转，亲像囡仔。囡仔的意思的重点是要讲明。咱应该爱亲像迄个囡仔共款，单纯、纯真。伫马太进前的经节，就是有讲过，咱爱学习，搁较直接，搁较真实的清新，甲单纯，用谦卑、单纯的心，甲上帝来互动。所以，咱看见马太福音17章，咱。定来讲，两位真，互以色列人看重的历史人物中间，摩西甲以利亚，其实因即两个人伫上帝面前，咱嘛是用真单纯甲谦卑来面对上帝。主耶稣伫圣经中提醒咱，其实。咱伫圣经中，我嘛看见主耶稣嘛是安尼谦卑顺服，来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伊安尼顺服到死，直到伊会使完成上帝的计划。即个计划就是要拯救咱所有的人，拯救咱所有的人类，会使成做伊的囝儿。所以，亲像囡仔安尼。的纯真是，就是爱会使学习，直接甲上帝互动，向上帝祈祷。有当时咱嘛会使倚靠伫上帝的面前，甚至为别人祈求代求，毋是，而且毋是干那想要表达家己的地位，甲实安尔。所以，伫上帝的面前，安怎来看遮个人咧？咱会使用啥物囡仔的纯真咧？就是咱甲上帝的互动是会使真直接的、真单纯的，免想足济讲啊，我是啥物人，我免来上帝面前；啊，我是啥物人，上帝一定爱听我。咱是用真单纯的心来甲上帝祈求、感恩。有当时咱会嘛会倚靠，为着咱的真济的困难、痛苦，嘛会倚靠。有当时咱嘛会想要为别人祈祷，有当时咱嘛为咱的厝内人祈祷，这拢是需要的。这拢免看咱家己的，我是啥物地位，所以我免做啥物代志；我是啥物地位，我免安那为人祈求，这拢毋是毋对的。所以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为虾米
所以可能问为虾米爱亲像囡仔遮尔纯真来面对上帝咧？因为当囡仔开始长大以后，咱会真做大人，因可能会受到即个社会中真侪价值观、无好的价值观的影响。有一个名词叫做社会化。社会化结果就是可能互人开始变得虚假，开始无爱甲人表达伊真正的感觉、想法。有当时会带着红仔面，甲别人互动，这毋是真正的纯真。因为真正的纯真的囡仔是袂去比较的，伊是真单纯的活伫上帝的面前。啊，毋过，互社会化的人会慢慢啊，伊会想讲，我甲人讲啥物话，对我较有利益，我用啥物方式甲别人互动，较有对我较好。其实，因用即款的方式来有当时想要争取搁较侪人的肯定，有当时嘛是会想要讲，我安尼做会使真做搁较伟大的人，搁较重要的人，因为我想要甲别人比较。其实即款方法是毋对的，因为有的基督徒啊，看到咱真做安尼的人的时阵，因可能会选择即个教会敢若毋是真正的、真单纯的教会，我可能想要离开。所以咱爱学习避免无单纯、无正确的信用态度。咱嘛毋通互即款的错误，互人滑倒，互人离开上帝的教会。我相信主耶稣希望伊的门徒爱改变。爱谦卑，亲像囡仔，其实嘛是爱因听主耶稣的教示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几啊摆啊，咱爱学习真做卑微，莫去比较谁较大、谁较伟大的即个想法嘞。如果咱若看见主耶稣的想法，安尼咱就爱学习，咱安怎都谦卑。纯真无虚假，伫咱的生活中间来过基督徒的生活。甚至咱爱伫上帝面前，伫教会兄弟姊妹面前，搁爱真实单纯，伫信仰中间来学习。咱无需要常常爱表现出我真属灵，我真厉害，我安尼恁就会个肯定我。另外一个角度是，咱嘛会使思想，就是主要所讲的，咱接待细汉囡仔，就是接待耶稣；咱来接待细汉囡仔，就是接待耶稣。另外一个是，一摆正样走失一个，上帝就要甲伊找倒来。其实即种搁爱搁较提起咱爱注意教会中间卑微、软弱。啊，遐伫信仰顶面也无对着的人，有的人可能伫咱教会是较卑微的、较软弱的，信仰较无好的。毋过上帝爱咱注意伫因中间。毋知影你是毋是有记得你真细汉的时阵，你若看到别人跋倒，你会安怎？有一个人。我真细汉，我看到人跋倒，你一定会真紧去伊头前讲你有安那无？这是咱的方式。因为咱是囡仔，咱迄当阵会真单纯纯真，看到迄个卑微有痛苦的人，咱就想要讲我要去帮衬伊。毋过即马的社会有真侪欺骗即马人拢毋敢接电话。看着电话，都爱查一下，这电话是毋是诈骗去外口看着人跋倒，你可能嘛无啥共，毋啥甲帮衬，因为毋知影
伊是毋是会欺骗我？我等下我互掠去安尼。所以即摆的社会欺骗人的伤济啊，所以咱渐渐收甲迄个对人的关心甲收转来。啊，毋过咱爱会记的，主要说嘛是教示咱爱看顾迄个低微的人，所以咱嘛是爱甲即个款的态度、甲服侍的方式，至少咱爱伫咱的教会中间来服侍遐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咱爱会记的，咱接纳人毋是干那陪伊食饭、陪伊啉茶。接纳人的意思是讲，你愿意陪伴伊、关心伊。你体谅伊，了解伊的需要。上帝看顾的绝对毋是干那咱一个人。主耶稣真早就提醒，所有信伊的人，拢是伊的羊群。所以咱教会中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是伊的羊群的一只。咱每一个拢是伊的。所以教会中上细汉的囡仔，年长的。也是无方便的长者，也是身体有欠缺的人，甚至遐无明白上帝话语的人，也是咧追求明白信仰的新朋友，其实拢是上帝信仰的羊群中间的一个。我认为上帝拢愿意咱来陪伴因，上帝嘛期待咱出手来接待因。重点是你愿意用单纯的信仰态度，用真好的方法来陪伴、甲关怀这个人吗？关怀甲接待会使有真侪方法。有当时礼拜时陪伴因，也是扶持因、带伊入来；有当时是照顾囡仔，甲因斗照顾囡仔；有当时是礼拜后。安慰甲鼓励因，有当时是食爱餐，帮助长辈来先甲因添饭。中间有就是你有闲，嘛会使来陪新朋友来读圣经，甲伊斗分享你经历上帝的恩典的过程。其实这拢是咱每一个人会使做的，重点是咱伫教会甲别人互动的时。咱是爱想要用指导、指正来表明家己的厉害，还是咱愿意甲别人分享、学习，甚至同工？我相信这才是信仰群体中谦卑的人应该有的行动。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陪伴搁较侪兄姐一同面对上帝。其实这嘛是一个真款福音的行动。福音的行动，毋是讲咱去外口传福音尔，咱所做、所行的，互人看见，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即款就是一款福音。即款的福音，嘛会使互人体会到，哇，咱真是彼此相疼的兄弟姊妹。哇，咱真是咱的教会的团契遮尔水，咱团契的关系就是彼此相疼，彼此陪伴，因为这拢是会使帮助人搁较看见上帝。基督教的信仰强调的是一世人的性命态度，是爱用性命来活出行动的信仰。咱的性命安怎活出咱的行动？所以伫教会中上简单活出信仰的方法，咱拄仔讲的遮，其实嘛还佫有足侪所在，咱佫会使去想，安怎来活出用简单的方法来活出对上帝的信仰。我要来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是我为少年到即马拢直会记的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去一个教会，伊可能毋捌去教会，伊就去一间日本教会。这是发生伫日本的代志。去日本教会入去，咱知影日本教会入去拢爱安怎脱下对无？啊，头前就有一个人来，一个年长的长者来，
伊就甲伊摕签拖互伊换下，伊就换。啊，毋过即个少年人呢，少年嘛吼，看人看较袂上眼安尼，伊就讲哦，即个甲我摕下哦，即个人可能实在是真卑微的人，所以才甲我摕下安尼。啊，后来伊自花煞，即个中介过来甲伊请安，甲伊分享。后来伊走啊，有人来讲，哦，你知影吗？甲你摕的人是谁吗？伊讲吼，伊是东京地大的教授啦。啊，虽望伊做的代志是遮尔卑微，啊，不过甲伊的身份有影响无？无。伊搁较互咱看见的是，伊的身份真正代表的是啥的身份？亲像主耶稣安尼卑微来服侍人的迄个身份。所以即个少年人听落就真惊吓，嘛真得意讲哇，原来基督徒的听是安尼，无论伊啥物身份，伊拢愿意来谦卑来服侍别人。我想，咱嘛会使回想，当你初初来教会的时阵，有啥物人，互你感受到哇？伫教会会感受到做真大的疼，所以你才会留落来。你嘛，伊安那，互你感受到伊陪伴你迄个疼，所以你会留伫教会，搁开始慢慢啊认捌上帝。相信咱会使伫即个中间发现，真侪伫生命中愿意学习谦卑甲单纯的人，咱嘛会感受到上帝真正伫因的生命中产生影响咱。啊，咱嘛会使甲遮个人来学习，学因的款式来付出，学因的款式来亲像主耶稣共款来付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单纯的信靠上帝，单纯的信用行动，是基督徒一世人拢爱不断学习的重要的功课。因为当咱安尼做，咱是相信上帝掌权，咱嘛是相信，因为咱愿意听探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咱愿意安尼做。就亲像雅各书第1章26到27章会提醒，咱斗阵来读好无？请敬虔，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唇，喙齿死。即个人会敬虔，拢无路用。继续，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。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，对被上帝看起来，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。所以，真正的敬虔是拒绝社会化的影响，是愿意用行动去关怀，甲活出信仰，是无需要去比较，甲追求成就，因为咱其实拢是上帝目睭中真微细的一个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真微细，咱的团体嘛真微细，咱来想到，咱来甲至尊的上帝比起来，即个世界遮尔大，咱可能比一粒沙拢较无。上帝嘛无一定看到咱，因为咱做遮尔多。啊，毋过上帝就第一伫咱每一个人中间，伊看到你。咱想讲哦，上帝遮大，咱来看到咱。啊，毋过伊就是看到你，伊就看到咱每一个人。伊就第一每一个人，你每一工行的行为，你每一工的生活，你即马行伫倒？你即马咧想啥？你即马咧敲找啥物未来？你即马拄着啥物困难？上帝拢知。虽然咱遮尔微细，啊，毋过无论安那微细，上帝拢看见咱。啊，毋过咱嘛爱知影，咱实在是真微细。
咱以后无论变甲偌伟大，咱还阁是伫上帝内面嘛是一美事一个人。咱即个美事，上帝愿意看顾，这就是上帝恩典的伟大。咱三个拗头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希望阮遮尔美事，你拢用你的话语不断来教示阮。你爱阮学习，不断用单纯的心来面对你，用单纯的心来面对阮的兄弟姊妹，来听因。嘛爱阮真细腻，阮的所做所行，因为阮所行的可能会互人绊倒。啊，毋过你用你的听不断地提醒阮，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是你所听的羊群的中间的一个，你拢无爱因失迷，所以你爱阮用谨慎的心来面对遮个代志，就求你帮助阮，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，伫阮的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，阮会使学习用谨慎的心来听阮周围的兄弟姊妹，嘛知影上帝你听我，听阮，嘛听阮中间真侪志美事的人，就求你的恩典甲阮三脚伫地，阮感谢你，祝福阮每一个人，阮来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圣诗347首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是咱备万心来奉献。
是咱摕起咱的周报，咱来看头一面，首页的最下面金句，咱来念一解。请，囡仔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细汉囡仔的，伊入天国就是上最大。马太福音第18章第4节，即是我来报告。连绵咱会来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。第二项，圣德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啊！伫2月23到3月23，1个月时间，请填写申请书。国小甲国中的学生，伊会爱特别申请实际分数，来这爱需要甲学校来另外申请。要申请的学生请注意哦，出席率要达2/3以上。好，来第3项，3月初到3月9日后一个主日1:30要召开定期中职会，请中职同工备办生出席。第4项，3月16日是台湾圣海医的奉献主日，请兄弟姊妹关心代祷。第5项，陈安乐长老就是圣歌队慧玲姐的爸爸，2月23蒙主温调，伊时间定伫3月初7，拜5早起时9點，伫台北怀爱厅举行告别礼拜，愿圣神亲自安慰伊为祝。第6，每礼拜3暗时8點有查经祈祷会，咱邀请兄弟姊妹。同齐来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。团契消息：同心团契3月初9后主日台语礼拜了后，伫1楼要举行例会。第2项，主日学3月16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伫2楼教育馆要举办亲师座谈会，邀请主日学的学生的家长，也是想要了解主日学的家长来参加。第3，双年团契5月17日要举行宜兰一日游，费用是1000块，男士团契的会友是1500块。报名请慧珍姐妹。具体相同的部分，请每一日咱伫灵修的时，为着遮个有需要的人兄弟姊妹，甲着咱的国家来祈祷。即是咱要来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，咱的寿星有瑞妍兄、肖秀梅姐、瑞兰姐、东藏兄、苏燕姐、女满、淑华姐、蔡淑华姐。咱请因大家来个头前，还有蒋美龙、美满、艺人长老、美雪。那无伫遮名记载的。但是你是3月份的生日兄弟姊妹，嘛邀请你来个头前领受安尼祝福，咱请牧师来祝福因。这是咱的吟八遍诗，信诗398首，大家请起吟诗煞，请牧师来祝祷。Amen.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每一个人三界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